大家好，歡迎收睇今日嘅拉斯維加斯生活資訊站。今日主要新聞有 Jones Boulevard 同埋 Oakey Boulevard 交界處發生一宗致命電單車事故，導致路段封鎖。拉斯維加斯平均油價上升到每加侖$5，同埋學區警察突擊搜查4間學校附近嘅非法製毒屋。不論你係啱啱搬到呢一座城市嘅新居民，定係已經喺呢度生活咗多年嘅老鄰居，感謝各位對我哋頻道嘅支持，請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咁樣就唔會錯過每日最重要嘅生活資訊。拉斯維加斯居民目前正面臨沉重嘅經濟壓力，全市平均油價已經觸及每加侖$5嘅水平。根據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嘅報告顯示，受到全球石油市場波動以及地緣政治局勢影響，油價持續上漲已經導致內華達州消費者需要支付大約$8300萬嘅額外支出。呢一項經濟衝擊喺全美排名位列前茅。與此同時，一項年度報告指出，內華達州嘅網絡犯罪人均報告率喺全美排名第3位。網絡安全專家提醒公眾，犯罪分子正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偽造以及高級社交工程手段嚟濫用受害者嘅信任，呼籲民眾提高警覺。喺交通同社區安全方面，拉斯維加斯大都會警察局現正調查喺 Jones Boulevard 同埋 Oakey Boulevard 交界處發生嘅一宗致命電單車交通事故。事故涉及一名電單車駕駛員，該名人士已經被宣布當場死亡。警方目前已經封鎖該區域進行現場重組，建議原本打算經過嗰度嘅通勤者避開該路段，考慮繞行至 Sahara Avenue 或者係 Charleston Boulevard。另外喺拉斯維加斯大道嘅一個繁忙交叉路口，發生咗一宗嚴重涉及多部車輛嘅翻車事故。一架汽車喺碰撞中翻滾並撞向電線桿，導致至少3名嘅傷者被緊急送往大學醫學中心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救治，其中1人傷勢嚴重。該路口交通因此中斷超過3小時。關於校園周邊安全，克拉克縣學區警察局 Clark County School District Police Department 成功破獲一個位於拉斯維加斯谷地南部區域4間學校附近嘅非法製毒同販毒點。警方喺突擊行動中逮捕咗多名嫌疑人，並查獲大量非法物品同埋製毒設備，旨在防止分發性犯罪侵入校園周邊，並保護在校學生。此外，法官針對2025年10月導致12歲少年 Christopher Suarez 死亡嘅一宗肇事逃逸案件作出裁決，被告 Oran Brooks 被判處7至17年監禁。被告承認喺駕駛前曾經吸食含有4氫大麻酚 THC 嘅電子煙。少年嘅家屬表示接受判決，認為呢個係對毒駕致死案嘅一次嚴正裁決。喺地區發展方面，拉斯維加斯市議會正就2項旨在緩解退伍軍人住房壓力嘅重大開發案進行關鍵審議，其中包括位於西北部嘅 Monument Hills 項目，以及由 Fix Development 策劃、耗資大約$9000萬嘅348個單位可負擔公寓項目。該項目涉及從市屬太陽能場地轉讓位於東部大約14.7英畝嘅土地，售價大約係$896萬，旨在為低收入同埋處於過渡期嘅退伍軍人提供安置及職業支持。另外，亨德森 Henderson 被選為全美僅有嘅16個參與0至3歲影響力實驗室計劃嘅城市之一。呢個係一項為期9個月嘅技術援助計劃，將幫助該市制定長期方案，改善產後護理、嬰幼兒早期發育同埋家庭經濟保障。
而喺科羅拉多河 （Colorado River） 嘅托波克峽谷 （Topper Gorge） 附近發生咗一宗致命船隻相撞意外。一艘快艇因為超速失控撞擊岩質岸邊，導致兩名分別為33歲及53歲嘅加州男子喪生。兩名死者嘅身份已經喺4月8號星期三獲得確認。莫夏維縣治安官辦公室呼籲水上活動人士必須遵守航行速度限制。最後，由於大峽谷嘅橫貫峽谷水管 Trans-Canyon Waterline 多次發生斷裂，南緣 South Rim 嘅供水水位處於極低水平，目前已經進入3級或4級限水狀態。所有酒店好似 Altova 同埋 Bright Angel Lodge 已經減少客房供應，並計劃從4月11號起全面實施旱地露營，遊客必須自行準備飲用水。喺運動同休閒資訊方面，拉斯維加斯金騎士隊 Vegas Golden Knights 公佈咗2025至26賽季常規賽收官階段嘅粉絲感謝週計劃。從4月9號到4月15號期間，官方商店將會推出紀念品促銷活動。4月15號主場對陣西雅圖海妖隊 Seattle Kraken 時候，將會舉行傳統嘅除下球衣活動。環境保護同工業發展嘅衝突仍然持續。環保組織喺4月8號星期三正式向第9巡迴法院遞交上訴，要求推翻土地管理局批准位於流紋岩山脊 Rowlett Ridge 嘅鋰礦項目，理由係該項目可能導致瀕危物種低帽橋黴滅絕。最後，為咗應對夏季即將到嚟嘅休閒需求，拉斯維加斯市政府正係展開緊急招聘，計劃招募至少50名獲得認證嘅救生員，並提供具有競爭力嘅時薪同埋入職補貼，以確保市屬泳池能夠喺夏季正常開放，避免因人員短缺而縮短開放時間。希望今日嘅內容可以幫到大家。感謝你收聽拉斯維加斯生活資訊站，我哋一直致力於為大家提供最實用嘅本地資訊。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請記得按讚、分享同埋留言，話俾我哋聽你嘅睇法。我哋聽日見。